其实我一开始写歌我是写华语的，因为高中伫读册啊，有受了一寡迄个民歌时代影响，所以一开始写歌是写华语。呀，感觉拢大家写了袂讲介好，你知道？因为册可能读了伤少，而且迄人华语安怎写就写着想要怎么追女朋友的感觉，那感觉听我了感觉怪怪，我就开始写一寡台语歌，啊，就开始听团员听，喂，你歌词写真特别的，我真假，我唔知，因为唔知，因为我细汉就是住喺迄落宜兰的庄卡，甲阿嬷住，了后刚国小爸爸妈妈才甲我接去迄落水丰，啊，迄是一个矿区，阮咧自细汉拢讲台语，我到高中我才有讲华语，所以我台语一寡写法是可能较人无啥共，因为可能有淡薄是淡薄草根，淡薄因为阮迄落水丰所在啊，遐个人是讲毋是你有跋筊，所以你自细汉就看做者三教九流的一寡人，我就甲因讲话了，原来才知道后面写用个你的歌词内底是遮尔啊丰富，遮尔啊趣味。写台语歌就无一定讲你是台湾人，还是啥物人才会写。你若像你讲外省伯伯讲嘛袂歹啊，可能伊写的可能会较简单，佮伊看的面向可能会甲咱可无啥共，而且定爱鼓励一款无共款的声音啊。其实咱大概去评审拢决议拢会讲，这个物件敢若袂歹，较特别，爱甲鼓励，因为你爱甲鼓励伊才有迄个机会，才有迄个信心写歌。因为一寡人伊可能伊有迄个天分，毋过你毋知影，伊无机会，就定定伊若袂晓录音，用迄个哪里录出来，做歹，你也无甲听了，你就毋知伊伫表达啥物。所以我尽量，像我拢习惯，若是作品人200条落一直放，就放个电脑。一直放，我哪放哪做家己代志，就是你一方面你嘛袂影响你的时间，一方面你会使家己歌听了，因为要创作一条歌，其实是爱费足侪心力去做，所以尽量去尊重伊的作品，家己歌听了，才知伊伫讲啥物。台语这几年较好，我前几年伫做迄个评审拢是。我感觉阿嬷甲阿公拢做无用的，因为啥物题材拢是写落阿嬷阿公，啊，就讲阿嬷阿公做忝的，就已经较老，那佫则无用。啊，无就台语歌就是买不了就写月娘啊、目屎啊、酒醉的心声安尼，我会使较像顶年就几条是较新的物件，较多元，就是其实就甲你做这物件，你所看到、所感受到，会使甲写出来。因为你写无可能逐条拢是做好听，不过你就是累积你的作品。像我其实几乎逐工我听的，袂要听音乐还是啥物，我拢甲录下来。因为即摆手机也做方便的，我都逐工你做记录啊。所以迄条歌我嘛听完，我落去，甲我即摆心情，我就甲输入伫迄落手机内底，就是爱记录、爱记录，就是搁爱累积你的作品。像我会记得我出第一张唱片之前，我已经写8条歌，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唱片公司不介意，我就写甲你介意，写甲你感觉就是一直。像我较早拢规定讲，逐礼拜啊爱写一条歌，我若无写一条歌，我就袂使出去啉着酒。我通常拢是拜一就写好啊，所以其实迄是互大家一个迄落鞭策啦，就是来保持迄个写歌的好习惯。其实有当你写坑的。过几年，再摕倒来用，因为可能你即马可能无适合。过几年，等你听愈侪音乐，还是等你迄个编曲较完整，佮摕来重编，搞不好伊就变一条做好的歌，要累积作品。